馬斯克嘅預言啊，未來6大資產即將會貶值，但係亦都有另外6樣嘅硬通貨咧可以救命噶。馬斯克咧當然唔係一個普通嘅預言家啦，佢係親手重塑未來嘅實踐者，透過 Tesla、SpaceX 啦、Neuralink 同埋擎天柱機械人嘅佈局，佢正喺度咧建構一個全新嘅價值體系。呢個咧就係由 AI 加清潔能源主導嘅未來入邊咧，有啲我哋好熟悉嘅資產咧，隨時都會面臨價值歸零嘅風險。先嚟睇下一啲咧將會貶值嘅6大資產啊。第一咧就係個人經驗，傳統就係靠長期累積嘅經驗，而家咧正正就係俾 AI 快速咁取締咗。老師傅嘅技藝、交易員嘅盤感、律師嘅個案知識，喺 AI 超級算力面前咧，呢啲全部都係變得微不足道。當擎天柱嘅機械人可以掌握全球所有頂尖工廠嘅經驗總和，個人經驗嘅價值咧就會大幅縮水啦。第二啦就係你個學歷證書，大學嘅文憑作為知識認證嘅價值完全會崩潰啊！喺知識獲取完全開放嘅情況下 ，AI 引發咗知識嘅通脹時代，僱主更加睇重咧係實際嘅能力，而唔係一張文憑。花4年時間學咗嘅嘢咧，都係一啲過時嘅知識嚟嘅，遠不如掌握 AI 提示詞工程呢一類新技能嘅價值。第三就係中間商嘅角色，過往靠住資訊不對稱生存嘅中介、代理、分析師呢啲職業咧，就面臨一個好大嘅挑戰。AI 可以即刻整合全網嘅資訊，提供最優質嘅解決方案，直接就消滅咗中間商生存嘅空間啦。第四啦，傳統能源資產，隨住太陽能、風能呢啲清潔嘅能源成本持續下降，石油啊、煤炭類咧呢啲傳統嘅能源隨時都會變成負資產。Tesla 佢嘅能源閉環系統正喺度加速呢個過程啊。第五啦，就係核心地段嘅樓盤、遠程辦公室、虛擬協作技術，正正就係削弱物理聚集嘅必要性。淨係為咗方便啲而生存嘅 CBD 嘅學區房，價值肯定會受到影響啊。但係擁有稀缺景觀咧，或者一啲舒適體驗嘅樓盤咧，仲會保持到價值嘅。第六啦，就係穩定工作嘅幻覺啊！喺變化咁快嘅時代，如果仲係依附住某一啲機構或者職位去穩定性嘅話，其實呢個咧就係最大嘅風險啦。持有持續學習能力同埋適應變化能力嘅人咧，先係真真正正嘅安全保障。咁未來6大硬通貨又係啲咩咧？下一條片話俾你聽。